我要用很短的时间。你说了，会要用啊用的了。讲到教会，我都从用来的这个呗，用来要怎么样了？我们先看一段圣经，这里提倡好了吗咯？在《使徒行传》的17章24节。พระธรรมกิจการได้พระกิจการ咯24节。กิจการบทที่17ข้อ24เยเดกแค่สมบูรณ์ก็คือเชชิโยนี่เชเนาะไอ้งานเราเอง看到呢，你不想了用还在用了，看到干嘛嘛呢？27、24，对不起，24节。我听完了。米查托好好回答，哈叫也到罗贝要上米呀，五上上帕，米上上马表。创下人阿拉呢，做我都同用，我忙啊，对吧？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，这殿要大过先前的荣耀。这边有些啊，干嘛呢？跟这里和长好聊来了。但是上帝到底要住在哪里？做阿拉呢，做我都用做忙啊，也有多份米啊，干做呢。对，我们盖礼拜堂。都嘛不，我都用做来讲上帝很高兴。我点米了，吃的。我们一同在这里聚会。都嘛个几个了那米要到底要盖多大、多豪华，上帝才满意呢？都没有都用和你做，按那里做，我那米能合适了。甚至说，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。我虽然刚才那我说什么，你说什么，米也别的。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。做好拿来做用啊用嘛叫的。但是哥林多前书的6章17节这样讲。你过去什么有一直想爱呐？他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。对么多我说什么要叫读咩？是，他是圣灵是住在我们的里面。第二么那米要啥？对嘛？你嘛老会叫。我们感谢上帝。对嘛？米要做对嘛？我们现场我们很开心。然后都有当没有了，很多钱家了。但是我要跟各位讲，那嘛爱内毛啊？上帝要的是2件事情。米个毛你姐姐。最叫上帝开心的是2件事情。米拉哈切你姐讲嘛的，一个教会，我都用拉哈切盖起来不错，很好。我都用做个用啊，嘛来个来咯。因为我们爱神。都嘛米用搞，我们才会费财费力嘛。米搞做下不得，米呢就是有多了就用做完来了。但是上帝看，米也好啊，在上帝的标准。米呢，而且光土当嘛得谈的人啊，太多。什么样的人是爱神的人？有个人嘛得谈，有家的米也搞错嘛。上帝说，米也有了我的命令，有一种又遵守的，那好呢，我瞧错下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和那位错米也搞错的。换句话说，那不我们的礼拜堂做的再大。都嘛，我都用和你做不他再好，那你们好。我们的聚会流程做的再好，都嘛就都那你们好。我们不遵守上帝的话，都嘛米都那哈呢？这不是爱神的一个聚会。对啊，我都用那哈呢，米都从那里搞错嘛的。不是一个爱神的教会。米搞都用忙的呢。上帝看的是什么？都没米挺好了。教会只有10个人。那我都用7万，你唔叫嘛呢？不是人很多，上帝就在那里大大的做工。我错，让你做，咱们米干又哈公了，我们都。上帝怎么说？米对呢？地上，米怎么打？若有2、3个人奉他的名聚会，错你个2、2的也说出名贵呢。他就在我们的中间。会干做嘛？什么样的教会？有没有都用啊？上帝最爱的教会。最高都用啊？就是遵守神的话的教会。米也到那哈个都用在米也搞。第2个，在你个什么样的赞美？加球了对了。最好的赞美。没有加球对了。跳舞没有错。个人要来个来我们献诗没有错。都唱党了要来个来我们弹吉他都没有错。都第2句要来个来但是上帝的标准是什么？都没米呢没得谈了，米呢场面呢就谈。什么是最好的？没了就结束了呢。我相信在泰国这里，要是你台没干嘛？很强的便利店队友嘛，乐团。都这所以讲咯，อันดับ1ก็เลยเธอขนาดนักร้องเรา W501 啦，在台湾也是嘛。台
台湾观众们接触最多，很会唱歌的，我都在参加了。是个很好的乐器都有。有嘛去考鸟的咯，苗三百烂，这个没有不对，这嘛没解了嘛。但是上帝要的只有一种，我面个没体检。怎么样的那个什么赞美是摸到上帝的心？有家村的面你嘛就几呀？就是用心灵和诚实的心来赞美。你嘛啥拉好要差不多人家吃出来，这是上帝要的。和面个么？好像我们今天，对嘛？今天是感恩礼拜，你是用到安呢？我们很开心。那还钱呀？只有今天开心吗？在那还钱了呢？我跟各位讲，那嘛也没面。现场我们很开心。我都用到那个那还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很开心。Christmas那个那还钱面。过年的时候我们很开心。ปีใหม่了，或是那个那还钱面。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很开心。节圣节不到那还钱也是了。你过生日的时候你很开心。但是俺能有不到那还钱。盖房子落成的时候你也很开心。用做那用到当然那还钱没。其实每一天我们都应该很开心。这样嘛那我有那还钱在人家发给。为什么？这边呢？因为我们有一位全能的阿爸父。都嘛有今天路中间米做米呢。每一天他都在掌权。不管你在哪里，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上帝的同在，上帝都知道，上帝才会说要凡事谢恩。如果只有今天现场，我们很开心。下个礼拜天我们就不开心吗？下个礼拜天如果只有很少的人在这里，我们就不开心吗？不是，因为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开心。神做我们的喜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每一天都靠主喜乐。所以我们敬拜上帝，当然是来教会，我们一起敬拜上帝非常好。在家里能不能敬拜上帝？祷告在教会是很好。在外面要不要祷告？开车我都在祷告啊。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。很多年前，我想到一件事情。有一天，我开车在台北，我在大卫牧师，那时候他很年轻，现在也是很年轻的。那时候他要考大学。然后我就开车，结果我们看到那个体育馆，那天有人在打球。那天晚上我刚好没有事。然后我们两个就说我们要看那个篮球赛。我们就买票了。很多人看。我们在那边看。打到一半的时候，他休息。先休息一下。那个主持人去摸那个票根。摸到票根的人要出来。出来做什么？要去投球。投进第一场是1万块钱。第二场就2万。我们去的时候已经32场。就等于就说前面有31个人没有投进。因为半场很远呐。你只要丢到那边就不简单的，不要需要进球。后来我们两个在吃东西。票在大卫牧师那边。后来有个小姐子在叫。32号。我不知道啊。大卫说：“是我们的票呢。”他叫我下去。
那是老板一看来这样的，我说我怎么可以下去？啊，就一考了，那个 TV 都在那边拍呢。就来 TV，那考到他就完了。我是牧师呢。咱们我个台，我在这里看了嘞。不能认识我哎。这后面啊，有什么？就是这个牧师怎么跑去打球啊？我啥路啊？搞不对，我这里来花，把来湖边。我就说你下去啊。啊，我一考来的嘛，你赶快下去。我就一考了。把他下去。那一枚。因为我们坐在楼上。那阿是将来不管了，做啊，你有没有关系就？第一个是这样嘛。个阿就嘛是将不对的，就叫那不钱了，有的电话要多来嘞，你打来就开打那边，那边地方。上面的票比较便宜啊。那包他上就那，而且多你有压的了，他就跑下去。那包他上有压里面就跑开。下去的时候我就祷告。我那有这开呢，多晒。我说主啊，啊，咱没有了。不是你的孩子。那弄啥呢？32万。比如送钱你们的了。你不给我们要给谁呀？那俺妈妈比那说话比得对嘞。我说32万我们要。送钱你们这俺妈给我家老家嘞，我祷告短短的时间。那有扭来给了上来。他就下去。单位一看，我在那边看。我好嘛的了。我就投。我那可是他们就在真二了的。球进去了。我真不玩的那了哎。进去全场都哇，他叫起来。我把他们的全都拿进来，真不玩的了。啊，跟他们什么关系啊？那还好全都拿回来用嘛，地上了。他们也拿不到钱。就是这你不要用毛巾嘛，比那个来了。开心。到啊，有了还欠了人家。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你那个是给看嘛钱啊？各位弟兄姊妹。啊，一得来的嘛。请你记得。哪里头？今天把这个事情带回去。那过后要搞一口了呢。上帝给你祷告的权柄。米也拿给了上阿靠门的阿那边的。上帝给我们祷告的权柄。米也俺们给了上高边的。不管是大人小孩子。我有啥米？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那就弄米也俺米也。我的神就是你的神。俺米也我弄米也呢。所以我们上帝说你得不到是因为你不求嘛。那嘛咱家嘛小米呢，那就老会过他。所以弟兄姐妹。啊，你都。我们不是就今天在这里很开心。你那个就那了还欠的么？每一天开车不管在哪里都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。你那阿哥得叫我们也能来叫没来也叫没。我们不祷告，很多的机会从我们旁边跑掉了。我们要把对着把个阿靠阿养会啊，这个真的抢在我这个嘛啥个。所以弟兄姐妹。啊，你都。你什么不会没有关系。那直接嘛是要的嘛。但是如果你会祷告。哎我那给了生的呢。不得了，这是大事啊！啊，所以何干嘛的呢？所以圣经这样讲。对了，为他神如果帮助我们，你也硬出着的呢。神能抵挡我们。啊，是啊，俺那全家弄。所以弟兄姐妹。啊，你都嘞。我们不是今天很开心。你那在那还欠嘛？我希望今天开始你每天都很开心。你那那还欠了，有那那还欠的。你要知道上帝很愿意帮助你。你也能有这个出版的，我们来念考的呢。我再讲一点，我们做爸爸妈妈。啊，地方讲是了，啊，这阿妈大个多的。我们最清楚。啊，都新疆的对没？我们就希望每天给孩子吃最好的，住最好的，穿最好的。有那那阿妈大个那个有好啥，有木皮杂毛，有木皮冬毛的。是不是这样？没没啦，阿妈大个，有木皮杂毛，有木皮冬毛了。还是你赚了很多钱，我才不给孩子给你吃嘞，我自己吃，自己买自己的，不是嘛？这个改比我们家改咋了？那你咋个肚皮咋嘞？人家咋来了？忙个罢了。我们做爸爸妈妈，你那阿妈大表，我们可以穿简单一点。啊，对啊，有个毛没冬毛个呀。小兄弟兄，给他穿得很好。哦，咋的有木皮冬毛呢？他吃得很好。有木皮杂毛。住得很好。有木皮有卡毛。用得很好。有木皮做毛呢？各位弟兄姐妹。啊，你得了。你不要忘记我们的天父。他爱的你那对嘛？阿达米耶的。他吃下他的独生子耶稣。哎呦，这那你搞那有什么提个在我边的？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个都那样看起。他没有留下他的独生子。哎呦，这样怎么提个的？哎呦，我都说他。岂不把万物一同和他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都没啊，对嘛？我都有眼都到了嘛，边的不啦，达米耶。所以你有祷告的权柄。都老跟了想。所以我们在教会祷告。我都曾有跟了想了。在家里常常祷告。啊，一看就来跟了想。让你的生命。no 啥啦？充满了上帝的同在。你也表里比较了。耶稣如果是假的，耶稣可以扛包了我们才不要来呢。啊，干这个了。我跑来这里干什么？这个就来冲了。来这边20几年了。你这个人嘛，我有拉冲。因为我知道上帝上帝爱你们。你也弄嘛干嘛呢？那新疆米呢？一直叫我们来阿卡。那妈妈卡就个要来开门。感谢上帝。你也跟了对吗？所以上帝最喜爱的人。你也搞什么？第一个，那么的，就是
遵守他的话的人。啊，要爱到那下个创米也讲的。上帝最摸到神心的一个敬拜，啊，米也，侬那讲求这米也你妈都投几年干呐？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。你妈是哪个要查到呢？要求创米也你妈投几年？愿上帝来赐福他的话。什么米也要多百个人比个路，我们来低头祷告。个人不想嘛咯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啊，但米有个人嘛，你要仆人传讲的，侬在干那眼都你懂，仆人已经传讲出去，眼拍个都眼都会嘛。赐福所有的弟兄姐妹。就话那老个人比个咯，今天开始，侬俩代表呢？他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个咯少差比较，让他们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一到那都个人比较咯。不管在哪里，啊，家做么看？当弟兄姐妹来求告你的时候，侬从下来有话那种，求你应允帮助他们，侬也要吃饭的。让他们经历你的信实，侬那个高比我说了咯，经历你的大能，侬高比我说了咯，赐福这个教会。如同用个人比个咯，你的名在这里得荣耀，侬出面都要写比较咯，被高举。那个比起过咯，奉耶稣的名求，也是出面的下嘛。阿门。